来国主今天是不会来了。娘娘，怎么办啊？国主她一直都不来。娘娘，您快想个办法呀！国主，韩莽道。国主，这么晚了找朕有事啊？是。国主，契丹前来密使，要与我朝结盟。契丹？是。契丹在宋朝的北方，如果我们和契丹南北联盟结合，必可牵制宋。臣弟认为，这是个反制宋朝的绝佳良策。国主，宋朝赵匡胤收回了所有节度使的兵权，把力量全都集中在他朝廷手中。他这个人有脑筋，有野心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那些节度使都甘心交出兵权，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。国主，赵匡胤这个人有谋略，有魄力，绝非5代那些曹王皇帝可比。那些契丹密使现落脚何处？臣弟安排他们住在一处民房。你先把他们带来见朕。是，臣弟这就去谨慎安排。臣弟告退。南北如果联盟，宋廷就首尾不能相顾。凡是能牵制宋朝廷，能制住赵匡胤的策略，都值得考虑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哎呦，走，跟我走，快走，走，快！过来！啊，哎，走。奇怪，没了。你说对方是契丹密使，还要勾结唐？是，他们漏了行藏，叫属下在街上遇见，可惜让他们跑了。这个李煜可真大胆，给我多派几个人去盯、去找，务必把他们全部揪出来。是。哼，我要让李煜永远断了这个念头。是。韩王，结盟之事，你们国主怎么说？此事非同小可，国主还需慎重考虑。结盟对两国都有好处，你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国主行事向来谨慎。韩王，宋的使臣已经盯上我们了，为免节外生枝，只要你们国主一句话，他不同意，我们立刻走人。我知道，我会尽快安排时间，让你进宫面谒国主。请问国主，上邦皇帝对国主如何？本使奉皇上之命，千里送礼来到江南，难道这不是皇上对国主的恩德吗？皇上送礼给本国主，真是用心良苦。请使臣回汴京，务必告诉皇上，他的恩德点滴在我心头。除了送礼，国主还请回头看看，皇上对唐有多好。杀你唐国叛臣，送回唐国的俘虏，
开放长江两岸通商。可是你对大宋皇帝又如何？你阳奉阴违，表面称臣，等我们大宋使臣一走，你就穿起黄色龙袍，屋顶挂上螭吻。你现在是国主，不是皇帝，这些都与礼不合。你玩玩这些把戏也就算了，但你胆敢勾结契丹人，私通外族，背叛大宋朝廷，企图颠覆上邦，这就完全不可原谅。使臣，我们没有勾结契丹。启禀国主，金陵常有胡人来揽胜及经商，使臣或许误会了。哼，我查得一清二楚，那个契丹密使这会儿就在金陵城里。国主，如果顾念宋唐两国的主从关系，就请国主交出这帮契丹人。我没有这帮人，你要我如何交给你？那就请国主驱逐所有的胡人，不准他们在此经商逗留。金陵物产丰盛，百业峥嵘，只要守法，任谁都可以来来往往自由地做生意。我唐朝廷无权干涉。使臣的要求未免太强人所难。好，如果国主执意不从，大宋也可以宽容。只要国主肯献出你唐国的所有军事要塞图，否则折去你唐国国号。契丹送来30匹骏马，进贡骏马，哈，说是战马，将来能和我大宋的马交配。这契丹一向都是不愿意卖马给我们，这回怎么这么大方送马给我们呢？使臣说啊，是为了两国的邦谊。有人试骑过吗？骑了，将士们都骑了，说是神驹，跑得快着呢。哦，好，咱们去看看。真的是好马呀！高义，加把劲儿啊！看你能不能超过朕。好，哥，比比看吧。驾！果然是好马，但臣弟知道，这还不是他们的神驹，他们真正的神驹更能跑。契丹王能给这匹马，已算是在示好了。没错，他们担心我们要回燕云16州啊。哼，燕云16州，我们迟早要收回来。别说他们送来30匹好马，就算送来3000匹神驹也没得谈。你们都记住了吗？是。国主，您看呀，小的在屋脊上装了笋子，现在这个螭吻啊，装也容易，拆也容易。以后大宋那边有人过来，只要在前门吆喝一声，小的们就上去把它拆下来，他们就不会发现了。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螭吻会弄坏了。国主，人到了。拜见国主。辛苦了。
你真的是契丹密使？国主问得好。啊，你想干什么？别紧张。国主，臣弟已带他处理好伤口了。国主，看了浪王密函，现在你应该相信我的身份了吧？可以跟我们契丹联盟了吗？你很勇敢，哼，朕佩服你为了保护这密函而能忍受着切身之痛。但是朕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这么大意，竟然暴露了身份？那是个意外，请国主赶快决定，我们好尽早离开。宋朝使臣已经盯上了你们，朕现在没办法决定，你先回去等消息吧。国主，目前的形势，我们两国合作是有利无害，您应当机立断啊！合作需要诚意，朕得先看看你们有什么条件。再说，你不够小心，跟你谈朕能放心吗？当然能，那只不过是一个疏忽，并没有延误什么大事啊。事关我大唐子民的性命，岂能容你有半点疏忽？你本就该小心翼翼。好了，朕和大臣们先商议，看看我们合作对大唐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。这事先暂时搁着。搁着岂不是更危险？国主，宋廷那么嚣张，不准你挂螭吻，不准你穿黄袍，你为什么要忍受？为什么不反击呢？难道你还想过着螭吻拿上拿下的日子？那只不过呀，是你自己在骗自己，过你假皇帝的干瘾。放肆！出去。国主，大人，请。大人，请。哼！啊，国主，小的再给出去。是。好了，大家先下去休息吧。是。莲花舞台已经在赶工了，中秋夜你就要在莲花台上表演了。药娘，拜托了，一定要让国主的心情好起来。国主还是……国主最近脾气发得好凶，他从来都没有这样过，从来没有过。药娘，你可一定要让国主开朗起来呀！你放心，我会的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你的脚。来，过来。好，坐下。你的脚伤还没有好吗？本来不只是扭了脚吗？怎么会有血呀？扭伤已经好了，这是练舞练出来的。练舞练出来的？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你怎么跳舞给国主看呢？你还能练吗？哎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把伤口再缠得厚一点。不行啊，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脚会烂的。算了，你还是别跳了，换别人跳吧。我就是为了要跳给国主看才练出伤的，我怎么可以不跳呢？可是中秋节就快到了，你的伤又好不了，怎么跳啊？药娘不能跳舞了，怎么办？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心里真的很难受。好了，你不用替我担心，我没事的。不信，你
你的脚伤成这个样子，你不能跳了，这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裴厚德，啊，娘！你干嘛叫我娘？不是咬娘，我想到我娘了，我想到我娘了。咬娘，我告诉你，我娘以前是女挑夫，冬天挑灯草，夏天挑河鲜。为了保护她的脚，她每天晚上都要我帮她煮药泡脚，然后再把脚缠起来，这样呢就使骨头放松变软，脚就不疼了。咬娘，我还记得那个药方子。脚缠起来不疼的方子。嗯。娘娘，您不能这样啊！国主他不来，你也不去找他，你们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？等过2天，夫人和佳敏小姐进宫来了，发现你们两夫妻吵架，那夫人她一定会急死的。娘娘，佛陀说：“嗔不止嗔，唯爱能止。慈爱可以包容一切众生，悲悯可以包容痛苦之人。说白一点，就像小姐照镜子，你对着镜子笑，镜子才会对你笑；你对镜子板个脸，镜子也会对你板个脸，是不是？”宋史越来越傲慢狂妄，他们为什么敢这样？一定是赵匡胤纵容的。所以，除非我们自己强大起来，否则即使我们再卑躬屈膝，只怕仍要失去所有的喘息空间。要是当初列祖能像石敬瑭那样做儿皇帝，也许我们早就入主中原了。为什么他一口回绝？到了先皇元宗时，国势已衰，先皇仍不愿和契丹结盟，为什么？也就是因为石进的前车之鉴，和契丹结盟会引狼入室的。陈大人，我们的情况不一样，我们和契丹结盟，用意旨在牵制宋朝廷，借以维持三国间的平衡。我们不必有入主中原的野心啊。我们没有入主中原的野心，但契丹未必没有，这点我们不能不顾虑。而且，朕也不想成为石敬瑭第二。只是宋史的确蛮横无理，朕也不想老是仰人鼻息，才想到要远交，以牵制宋朝廷。要结盟也可以，但绝不能定有卖国条件的。国主，如果契丹不守约，我们订约的事被宋廷发现了，那该怎么办？我们岂不是自诉其祸吗？娘娘，国主在里面吗？和几位大人在议事，国主吩咐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娘娘，小的没什么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大事。哎，裴公公，麻烦你告诉国主，你就说娘娘来找过他了。是。娘娘，就请您再多给国主一点时间。国主他最近因为外邦的事情实在太烦了，所以小的斗胆，请娘娘不要胡思乱想。谢谢裴公公。韩王，诸位大人，请慢走。你为什么要忍受？为什么不反击？难道你还要过着吃稳拿上拿下的日子？
那只不过是你自己在骗自己，过你假皇帝的干瘾。国主如果执意不从，大宋也可以宽容，只要国主肯献出唐国所有军事要塞图，否则折去唐国国号也行。朕只是没想到，朕这么多年为你付出的一切，还不足以让你忘了他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朕的心像插着一把匕首，你叫朕怎能不痛？国主，请国主献出唐国所有军事要塞图，否则折去唐国国号也行。你将螭吻拿上拿下，那不过是在自己骗自己，过你假皇帝的干瘾。你不要自欺欺人了，你这个假皇帝！假皇帝！国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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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醒醒啊！国主，您在做梦，国主啊！国主，你喝口水啊，没事了啊。国主，娘娘刚才来过了。国主，小的斗胆，娘娘真的很担心您啊，不如小的去把娘娘请过来。朕刚才做了个梦，梦见朕就像只风筝，朕本以为朕可以飞得又高又远，可是风筝终究还是风筝，它的线头牢牢地被人抓住。朕这国主当的窝囊，朕不能这样，朕要改变，朕不能只当一只风筝。国主，你了解朕，朕不是个偷懒的人。不是不是，厚德当然知道。但是朕真的好累，朕必须出去走一走。好啊好啊，国主，您真的应该出去散散心了。不如我们就去青山寺找那个被抓的小长老。小师傅，请转告大师，我们家主子要来贵寺盘桓3天，请贵寺准备清静的禅房。是，施主请稍后，小僧去禀报师傅。有劳了。刚才来了个贵人，还给了锭银子。在哪儿？就在寺院门口呢。在那儿。国主，小长老来了。贫僧叩见国主。不用行此大礼，小长老，朕微服前来就是不想惊动任何人。啊，贫僧明白。小长老，那就请为国主准备幽静的禅房，也为我准备一间小房间。是，这是本司的荣幸，请。好。这《楞严经》是先皇命冯延巳做的序。先皇最喜欢《楞严经》，不过他也喜欢听《华严经》。早就听说先皇信佛虔诚，他早年曾将自己的读书台捐作开仙寺，登基以后又大造僧房，大起佛寺。那时候他时常听悟空说法，然后也跟法眼文议论道。法眼禅师是清源行思的第8代传人，清源行思又是六祖慧能的第7代传人，代代都是高僧啊。国主，有列祖、先皇，还有您对佛门的护持，江南处处充满了法喜啊。国主，您是在为百姓造福，也是我朝廷之福啊。国主，
我们还真来对了时节。风见云轻闲晴日，晨钟晓阳荡树开。莲花未谢人已醉，翠叶残香傲枝头。陶渊明是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我们是与天地并生，与美景合一了。是啊，来到这里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风筝飞起来了！啊，是啊，小姐点儿，终于飞上天了！风筝飞起来了！公主，小姐，当心啊！小姐，当心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啊！碧珠，把剪刀给我。啊，真剪呐！这……哎呦，怎么又掉下来了？你去把风筝捡回来，我再放一遍。哦，小姐那么高啊！哎，你快去嘛！厚德，在，去帮忙。啊？哦。愿所有的烦恼随风而去。你怎么可以偷看我的愿望？哎，来啊！这就是你的愿望？哦。这风筝不争气，放不走，岂不徒增烦恼啊？你这个人真是多管闲事。小小年纪烦恼些什么？不如你说来听听，也许我能帮得上忙。我看你的样子，好像是烦恼找不到如意郎君。我的烦恼才不像你那么渺小呢，我的烦恼伟大得很。有多伟大？我烦恼天下何时才能够太平，我烦恼我们大唐何时能够入主中原，我也烦恼。小小年纪，心愿倒不小。看来国主应该颁你一个最有志气匾额。哎，要不要我跟国主说一声？不必了，我马上就要见到国主了。你会见到国主？国主邀请我去参加中秋夜宴呢。取下来了，取下来了。碧珠，我们再放一遍去。好的，小姐。五代时期啊，人们瞧不起读书人，蔑视地称读书人为穷错大。他们笑称读书人用的毛笔，是毛锥子。他们认为要取天下、平祸乱，只需要长矛大刀。这些人真是目光短浅，脑筋愚鲁，马上得天下，可无法马上治天下。要治国，必须得提高百姓的素养，要奖励办学。赵普，臣在。拟旨。是。修国子监，需京籍7品以上子弟入学。诏命购求王邑图书，建昭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馆，收集流散于民间的各种书籍，重修孔庙，聘请名儒设坛，奖励各种办学。臣遵旨。怎么样啊？朕这几笔加的如何？好啊，皇上。孔老夫子要是知道您崇尚儒学，奖励读书，现在又御笔亲自为他的画像做像赞，他地下有知，一定会感激您的。收起来啊！他不用感激朕，应该是朕感激他呀。他是咱们华夏子孙的瑰宝，朕要发扬华夏传统道德，把过去古代那些目无法纪、人性败坏的风气，一股脑的全部纠正过来。参见皇上。啊，下去。启禀皇上，王昭素不愿入朝为官。哦。王昭素在乡间培育了许多人才，他却不愿为官。好吧，就不勉强他了。朕就赐封他国子监博士荣誉，享有终身的富贵。是。臣替王昭素叩谢皇上。士子读书是为了经世济民，
而经世济民的途径就在于科举。这科举就是在为国举才。为了防止营私舞弊，今后所有的科举人不得去拜会知举官及其亲人，更不得称知举官为恩门、师门，也不得称自己为门生。违令者，御史台弹劾上奏。更不可用人为私，借举才之名徇私推荐。是。而后每年科考中入选的士子，朕会视其需要加考殿试。朝廷用人要制度化，这样才可使野无遗贤，使贫寒俊秀之士不至于被埋没。是。此外，职官立制，首重四善四罪。四善者分别是德艺有闻、清慎明浊、公平可称、克勤匪懈。此四善专指的就是品德呀。诸位爱卿啊，德理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。作为一个官员，尤其要懂得以身作则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喜讯，喜讯呐！皇上，臣给皇上道喜了。哦，你道什么喜啊？朕喜从何来啊？皇上，臣之所以晚到，是因为遇到了一位将才呀。此人武功高强，胸有谋略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战场奇才啊！皇上要是有了他，那是为朝廷添了一员猛将，将来定为我大宋建功立业啊！刚才朕才跟诸位爱卿提到选贤用人之道啊，以后朝廷用人要有制度。臣知道，可是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！皇上，请皇上破格禁用，退朝。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大人，请。请。大人，哎，怎么在院里站着，没有到厅里去坐呀？阿福啊，怎么搞的嘛？大人，我这一身……哦，我是有意在门口等大人的。大人，您跟皇上说了吗？你是个人才，我赵某是最喜欢人才的。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我就写奏书，明天就呈给皇上。好。皇上，对手是设局请君入瓮的奇骗子，史延德一人同时和他5人对弈，臣看到了。史延德不仅脑筋清晰冷静，更迭用兵法招数，破敌制胜。飞炮过世，这招借刀杀人，这是妙招。这盘不算。哎呦，玩不过就玩不过嘛。你们输了，还想赖账？赖账又怎么着？我还想揍你呢！打！尤其史延德的武功，他不仅是身手矫健，而且他善于利用地形制赢对手。皇上，这是一个战场上的奇才呀！皇上，臣和他谈过，此人熟读孙吴兵书，深谙用兵之道，只要假以时日，必是可用之才呀。皇上，这奏书您批过了吗？全都给朕拿出去。是。
救，为什么你3番5次非要朕用他不可呢？皇上，他与臣非亲非故，只因臣看他是个栋梁之才，所以才再三向您举荐。哼，朕说过了，不得私自推荐，这是朝廷的新体制。皇上，皇上，启禀皇上，臣有急事启奏。有什么急事啊？皇上，国子监学社修建完成，今日开始启用了，来了好多的学子。你这算什么急事？走！哎，皇上，总比您打猎急些吧？臣以为您愿意听到这个好消息。放肆！怎么，你捡起了牙，是留着当证据吗？将来好到官府告朕吗？皇上，您身为人君，臣能向何处控告？但有史官在，必会记载下来。孟大人，你……皇上，史官定将朕的言行载入史册的。好，你说的没错，是朕错了。朕日后会好好注意自己言行的。不杀士大夫，即尚书言士人。不杀士大夫，即尚书言士人。不杀士大夫，即尚书言士人。皇上，启禀皇上，史言得到。草民史言德叩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赵普屡次向朕举荐于你，说你熟读兵书，谋略有加，胆识过人。那你说说看，你对朕的战事有何看法？皇上，这是草民对过去15场战役的一些看法。那你再说说看，你对大宋的将来有什么看法呀？皇上，这是草民对朝廷未来统一大业的一点提议。哦，哎，停下，停下！母亲、小妹，欢迎进宫。谢谢娘娘，谢谢姐姐。我也要听外婆和小姨。仲玉真乖呀，小孩子啊不能喝酒，外婆啊给你夹菜吃。嗯，哎呦，乖，来，乖的。有了2个小皇子，朝中以后就后继有人了。将来啊，你就是太后，你这责任啊可是重大。娘，何必谈这些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谈国事。哦，对了，国主还不知道我们进宫吧？我们应该去拜见他。他现在国务繁忙。来，吃吧啊，姐姐。我那天在山上看到一个人，气质模样特别像姐夫。可是我知道姐夫整天在宫里忙国事，一定不会是他的。是吗？前几天啊，为给你爹做功德圆满，我和佳敏在寺庙住了几天。佳敏就爱胡闹，没什么的啊。我小时候见过国主，只觉得他长得特别亲切，不过现在没什么印象了。以前娘进宫啊，他总会过来打声招呼的。是不是朝中有什么大事啊？不是，只是一些外邦的事情。姐姐，明天宴会，国主会参加吗？御花园为了明天的宴会，已经开始张灯结彩了。我想他一定会来的，是不是啊，钟玉？那明天一定很热闹，真是令人期待啊！虽说你已贵为国后，但在娘的眼里，你就是我的女儿，是我心头的一块肉，娘永远都会为你挂心。告诉娘，你和国主之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没有，没有。娘看得出来，你们之间不对劲。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？娘，真的没有。你不说，我也不逼你。夫妻之间难免会闹脾气，不过不要闹得不可收拾啊。他虽贵为国主，但他也是个男人，男人最爱面子，不管什么事都要给他留颜面。原来一切都有了新的解释。原来人家只是要善待朕的妻子，要夺回他心爱的女人。原来朕只是个傻瓜。国主不像是个无情的人。记住，凡事都要忍耐。国后这个位子，你可一定要保住啊！啊！参见父皇。参见国主。
有事吗？父皇，外婆和小姨来了。他们想来拜见国主，可以吗？来，朕很忙，中秋夜再说吧。你我夫妻就要这样过了吗？那你来告诉朕，你还希望朕怎样？给朕一点时间，朕需要喘息，朕需要好好想清楚。你明白吗？父皇母后，你们不要吵架了。终于，父皇母后没有吵架。走，母后带你找外婆去啊。哎呀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轻点啊！哎，好好好，放这儿吧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瑶娘就要在这上面跳舞了，到时候一定好看。碧珠，我今天好看吗？很漂亮啊！真的吗？不好看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哪儿不好看啊？头发不好看，快！这头发挺好看的呀。哎，不要这个，那换另一件衣服，快点。佳敏，哎呀，佳敏啊，娘，你怎么弄了半天还没弄好啊？今天这么大盛会，我当然得打扮漂亮一点了。更何况我打扮漂亮，您也有面子嘛。好了好了，你呀，早就该弄好的。我们应该在国主和圣尊后到达之前进场的，这是礼节，你懂不懂啊？我知道了。好好好，你自己快点啊。萨婆，我们不等他了，先走吧。好，你快点啊。好的，快去换衣服，快点。国主，那些舞伎啊说的可神奇了。他们说啊，瑶娘只要穿上那双特制的舞鞋，走过的路啊都会长出一朵朵的莲花，那莲花白的像雪一样，而且啊还会飘出阵阵的清香呢。小的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儿，我真是好奇，想赶紧看看。这种话你也信呢？本来小的也是不信的，可他们说的活灵活现的，而且啊，很多人都亲眼见过。再说了，他们也没有理由骗我呀。练了这么久，就看今晚能否博得满堂彩了。国主驾到！国主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圣尊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见过圣尊后。见过皇祖母。啊，是周夫人呐，好久不见。外婆，小姨呢？为什么没看到小姨？怎么，你小姨也要来吗？回圣尊后，她还在准备呢。姑娘家总是比较慢，没关系，让她慢慢打扮。我们看我们的。周夫人，请坐。
娘，佳敏她怎么还没来呀？我去看一看啊。碧珠，这件真的好看吗？好看啊！哎呀，佳敏呐，夫人，你怎么这么慢呢？表演早就开始了，圣尊后还问起过你呢。真的？走吧。那个咬娘啊，不知道变的什么把戏，全场的男人被她迷得目瞪口呆的。也包括姐夫吗？我看呐，她就是个十足的狐狸精。跳得真好，姚娘，圣尊后夸你呢。谢圣尊后，谢国主，谢娘娘。人到了，国主，人到了。母后，儿臣有事先告退了。好，去吧。是母后。国主怎么走了？因为咬娘已经下场了。你这个丫头，快去拜见圣尊后。佳敏拜见圣尊后，圣尊后万福。佳敏啊，多久都没有见你了。来来来，让我看看。哟，这才是一朵真正的出水芙蓉呢。跟我一起欣赏好吗？坐我身边。将军，国主马上就到。是，国主。末将林仁兆见过国主。免礼。朕早就听韩王提过你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所以朕才要你今天进宫。你把你的想法再说给朕听听。是，国主。北朝兵多将广，对我朝虎视眈眈，但他们的水师薄弱，战船犹不如我大唐。末将以为要抗衡北朝，需善用长江天险。只要我朝强化水师，固守大江，不让北朝越雷池一步，我大唐何惧他大宋？说的没错。只要我们守住大江，北朝军过不了江，就算他兵力再强，也奈何不了我们。大宋廷一直在监视我朝的军事部署，我们要如何强化水师？国主，末将的意思，我们应该另外秘密成立一支精良的水师部队。这支水师平常不露脸，只听命于国主，专供备战之用。国主，林仁兆是水师名将，就请林仁兆将军秘密负责训练这支水师。好，朕就为这支新军取名，叫做圣军。林仁兆，臣在。朕任命你为这支新军的神武统军。你去办，朕信任你。是，臣遵旨。今天我们3个人谈话的内容不出这诚心堂，明白吗？是。国主，那与契丹结盟的事，契丹的野心并不比宋廷小。我们跟他结盟是引狼驱虎，结果一样是自找麻烦。除非结盟的条件十分有利，否则，从善。你想个办法让他们知难而退。是，臣弟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咬娘接赏。咬娘多谢国主厚赐，国主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来，咬娘，这是礼物的清单，你自己看吧。咬娘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吧？你想知道什么啊？哎呦，现在宫里上上下下都在打听，你的脚是怎么步步生莲、步步生香的。还有啊，国主说你的脚是3寸金莲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让我看看吧。那你是要看脚，还是看鞋呀？都要看。鞋子是你教我做的，我不过是在鞋底装了个小抽屉，撒上白粉，再在鞋底刻了莲花图，走起路来让白粉掉下来。白粉是用防风白纸加上川穹云香去磨成粉，所以呀，走起路来就飘出香味儿。说穿了，一点都不值钱。巧思，真是巧思啊！难怪你会博得满堂彩啊！国主送你的这些东西都是你应得的，实至名归呀！裴公公，其实这都是你帮了大忙，我应该好好谢谢你才对。没有啊，那你的脚是不是又白又小又柔软呀？嗯，那是不是跟我娘一样了？我可以看看吗？你想看？我以前曾经发过誓，只要是看到我的脚的人，他就得娶我。啊？什么？你是我的大恩人，你要看，我当然不好拒绝。我往后的人生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咬娘，你别吓唬我，你别折腾我了，我怎么可能娶你呢？我不管。你要看就得娶我，我脱鞋了啊！哎，咬娘，你千万别脱，千万别脱呀，咬娘！我要脱鞋了！哎，别，不能脱，不能脱呀！我要脱鞋了！哎呀，我脱了！啊！哎呀！我不能看他的脚啊！这一趟一出来就是大半年，不回去不行了。娘就直接回润州老家了。我把佳敏留下来，让她陪陪你，毕竟是亲姐妹，很多不方便对外人说的话呀，姐妹俩还可以关着门说说呢。你可以跟佳敏发发牢骚，吐吐闷气。谢谢娘。该说的话娘都已经说了，你要放在心上。如果国主的心实在是挽不回了，你也要看开一点，不要闷在心里，就当他是多纳了一个妃子吧。哦，不是的，娘，我是女人，女人的心我还不知道啊。夫妻，说穿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婚姻久了，什么情什么爱都不存在了。就是平时吃饭穿衣吃喝拉撒，所以呀，只要国后的位子稳稳当当的坐住，谁都奈何不了你，知道吗？您就担心这个？这个还不重要啊，这是最实际的，何况他是国主。好了，你嫌我啰嗦呀，我就不说了。佳敏，这丫头啊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了，都15了，还天天让我操心，都是被我宠坏了。我把她留在宫中，你也帮忙留意看看有没有合适她的对象。我才不嫁呢！这么不懂事，你呀，真会嫁不出去的。好啦，我已经跟小妹说过了，国主还有2个弟弟尚未娶亲呢。那好啊，我看太后对咱们佳敏印象也很好，介绍给王爷，姐妹变妯娌，亲上加亲，相互也有个照应。娥皇啊，这件事情你来撮合。
好啊。萨婆，萨婆啊，夫人，这佳敏啊不懂事，我把你留下来，替我好好管着她，盯着她。是，夫人您就放心吧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母亲，保重。母亲保重。哎，夫人慢走。